伫咧空地啊乱烧物件，常常造成空气污染。高雄市环保局最近设一种 AI 辨识系统，成一个公山抑个燕巢4个行政区有庄，加上这无人机高空巡查来取缔，启用才3天尔，就掌握到21件违规烧物件情形。环保局表示讲，若准抓到个人相关的罚则班，也若工厂甲商业场所会当罚到500万。暗时10点外，高雄南马坑甲大社有民众报案，讲工业区导火烧烟正高直直冲出来。不过消防队到工业区安怎巡就巡无火烧的所在。环保局出动热现场，空中无人机巡查，随着找到一搭空地啊烧粪扫的工厂。现场依照空污法先开罚，业者嘛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移送法办。露天燃烧的情况时，我们的手机会同时同步发出一个告警的警讯，那它也会截取事件的影片给我们去看。亲像14这件违法烧粪扫会造成空气污染，环保局即马嘛伫定定有火烧保的所在，像公山、燕巢、大社、大寮4个区，拢设置 AI 监测系统。AI 只要侦测到有烟，就会自动发出警报，予环保局的稽查人员。稽查人员伫现场就会使用无人机定位搜证。这个系统启用才短3天，就抓到21件违法乌白烧物件。市民朋友吼，可能感觉讲，迄个要请合法的厂商啊，也是讲等粪扫车有较麻烦小可，啊，所以就有一寡迄个便宜行事的动作。根据阮的迄个统计资料啦吼，有发现这几个区域有露天燃烧情形是有加较侪情形啦吼，所以阮会先优先伫这4个区域架设这个 AI 的辨识的系统。啊，当然明年开始啦吼，我嘛是会搁扩增这个区域啦吼。环保局表示，民众若有废弃物要处理，就爱找合法清运业者，或者是清洁队。准若找空地乌白烧粪扫是违法的，搁会罚钱。即马有 AI 系统，24点钟伫咧监测，毋望民众做伙来维护空气品质。记者邱朝阳高雄报道。